咦，阿聰唔做緊啲咩啊？呢個梗係菠蘿冰定係冰菠蘿啊？呢個梗係叫冰菠蘿啦，平時都叫佢冰菠蘿嘅。嚇！但係由細到大聽親人都係嗌菠蘿冰喎。咁梗係唔係啦，嚟同佢講啊，同佢講㗎。相信以上嘅片段都似曾相識啦。會唔會你哋同朋友之間都會發生呢啲情況呢？咁你哋又會唔會因為唔同嘅粵語使用習慣而同朋友出現分歧呢？就等我哋而家去採訪下老師同埋同學，睇下佢哋平時嘅粵語使用習慣啦。咁你咧日常生活之中咧會講唔怪得知啊，唔怪得知，唔怪之得，怪唔得知，怪唔知得，你會用邊個？唔怪得知啦，怪唔知得啦，唔怪之得，唔怪得知，唔怪得知啊，怪唔知得，怪唔知得，唔怪之得咯就係講。唔怪之得，唔怪得知，唔怪知，唔怪知，唔怪得知啦。你平時會講菠蘿冰定冰菠蘿？冰菠蘿，菠蘿冰，有菠蘿冰，菠蘿冰，菠蘿冰，冰菠蘿，菠蘿冰，菠蘿冰， OK。菠蘿冰。平時日常生活之中咧會用靜靜雞定係靜雞雞啊？靜雞雞，靜雞雞，靜靜雞喎，靜靜雞，靜雞雞靜雞雞，靜雞雞， ，OK。靜雞雞，靜靜雞，靜靜雞，靜雞雞，靜雞雞，靜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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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雞。靜靜雞。咧，你哋平時會講發施號令定係發號施令啊？發號施令啦，發號施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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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發施號令，發號施令，發號施令。發號施令，你咧？等下先，發咩啊？發施號令同埋發號施令。發號施令，發號施令，發號施令，發施號令。早前同學喺組會填寫關於粵語使用習慣嘅 Google Form，結果已經出爐啦。喺第一條入邊，最多同學選擇唔怪之得，其次呢就係唔怪得知啦。喺第二條入邊，靜靜雞同靜雞雞兩個答案都不相伯仲喎，超過一半嘅同學啦都選擇靜靜雞，但選擇靜雞雞嘅同學都有超過45%啦。喺第三條入邊，大部分同學都選擇發號施令，只有少數同學選擇發施號令。最後一條啦，超過70%嘅同學啦都選擇菠蘿冰，淨係得大概30%嘅同學啦選擇冰菠蘿。到底以上咁多問題點樣講先係正確㗎？根據浸會大學講師蕭欣浩博士嘅考察，菠蘿冰呢係泰式飲品，而冰菠蘿呢先係食物，大家有冇搞錯啊？咁到底發號施令定係發施號令先係正確用法呢？原來喺最早唐朝吳經中嘅正宮正語入邊呢，兩者都有用嘅，咁樣意味住喺最早嘅時候其實係相通嘅，只不過慢慢演變過嚟，喺現代漢語大詞典等嘅工具書入邊就得返發號施令，而冇咗發施號令，咁樣自然呢，發號施令就變咗更加官方嘅用法啦。其實唐朝嗰陣啊，兩者已經相通，兩個都係用得㗎啦。正確啊，就好似唔怪得知同埋唔怪之得，就有靜靜雞同埋靜雞雞咁樣，無論講邊種都冇絕對嘅對錯，都係生活習慣嘅分別啫。能夠有效溝通先係最緊要啊！冇錯啊，呢個正正係廣東話調轉詞語使用嘅特色。例如咧，客人又可以講成人客，整齊咧亦都可以講成齊整。嗱，希望大家都中意今次嘅節目啦。如果大家覺得有趣嘅話，希望大家可以發掘更多有趣嘅廣東話。